Hello， 大家好，我係 Karina。知道大家中意睇特色單位，今日我就帶大家去睇一間特色之中嘅特色。呢間係一間三角形嘅獨立屋，佢有4房雙套，擁有一個單邊嘅大花園，仲可以泊到4至5部車。重點係佢仲可以行到去地鐵站㗎。聽完大家咪都好好奇呢？而家就即刻帶你哋入去睇下呢個單位啦！大家見到呢度有冇覺得好熟口面呢？因為之前咧，其實我有介紹過同屋苑嘅另外一間獨立屋嘅。如果想睇翻嘅，就可以撳翻上面嘅連結啦。咁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就係位處於火炭嘅恒遠山莊。由於呢個單位咧位處呢個單邊位置，咁咧除咗佢有個車庫可以泊到2部車之外咧，喺呢個位置你唔阻住人嘅情況之下，其實都可以泊到多至2至3部車嘅。另外有個比較貼心嘅位置，就係喺車房後邊都會有一個儲物室。咁平時咧就可以放翻一啲雜物或者有關汽車會用到嘅用品都可以放喺入邊。介紹完外部啦，而家就同大家入單位度睇下啦。由於呢個單位就係喺呢個屋苑嘅單邊位置，咁當年發展商為咗攞盡成間屋嘅實用面積同埋個採光度，所以將間屋設計成為一個三角形。我哋行上2級樓梯，咁外邊咧其實就會有一個1000幾尺嘅花園圍住間屋嘅。咁而家帶大家睇咗個花園先。成個花園嘅戶外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咁嚟到呢度咧，其實仲可以行上2步咧，就上翻去飯廳嘅位置。咁我哋而家入去同大家睇咗呢度嘅客廳先。我哋入到嚟單位嘅客廳，客廳擁有一個特高嘅樓底，咁所以咧就令到客廳嘅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寬闊。呢個客廳望落去好似一個不規則嘅形狀，但係勝在夠大，咁所以咧呢邊都可以放置翻梳化，後邊放置翻電視，而喺梳化後邊咧亦都做晒一排嘅儲物櫃。咁我哋就上半層睇一睇個飯廳區先，而上咗半層就係飯廳嘅位置。咁飯廳呢度咧，目測就擺8至10人嘅餐桌都冇問題。而喺飯廳外邊咧，亦都會連咗一個少少嘅平台位置。平時食完飯出去飲翻杯紅酒，非常之寫意。再過嚟呢邊，咁我哋首先咧就會經過一個客廁。由我哋入到嚟廚房啦。咁廚房咧個面積咧係非常之寬闊，上邊就已經可以做晒一系列嘅儲物櫃啦。咁呢度外邊咧亦都會連接咗一個少少嘅平台，可以喺出邊咧做翻啲洗衫啊、晾晒衣服咁樣嘅。咁喺呢一層喺廚房旁邊咧就會有個套房嘅位置。咁其實呢一間屋咧，佢每一個房間咧個面積咧都係非常之寬闊㗎。咁旁邊呢度咧就會係套房嘅洗手間啦，面積唔係好大，咁啊配備翻個淋浴間。而望翻我哋睡房呢度咧，就做咗2邊嘅櫃啦，一邊嘅衣櫃，一邊儲物櫃。咁相信呢度咧都可以放翻一個雙人床。咁呢度嘅景觀咧就會係望翻我哋火炭後邊嘅內街位置。咁我哋咧就而家再上多一層，就去睇埋其餘個3個房間。呢個單位另一特別之處就係會有一條好歐式嘅旋轉樓梯貫穿晒成個大宅。咁我哋再上多一層，呢層就會係睡房區嘅位置。咁我哋首先呢度咧就會有翻一個家庭廳。
呢個單位咧，其實就係向翻東啦，外望翻出邊草翠綠嘅山景，同埋對面駿景園嘅位置。咁我首先就同大家嚟睇咗依間主人房先。咁入到嚟咧，主人房嘅面積係非常之寬敞，亦都會有一個大窗增加翻成個主人房嘅採光度。後邊見到啦，好大嘅位置呢度咧，原先就應該係做翻一個放床雙人床啦，左右兩邊放翻床頭櫃。而主人房嘅浴室咧，就會係配備翻個浴缸。咁喺依層嘅另外一邊咧，就會有另外2間睡房。咁臨入睡房之前，咁呢度就會係浴室嘅位置。咁浴室都係一個光廁嘅設計啦，就配備翻個淋浴間。咁呢度咧就會2間細嘅睡房，雖然佢哋嘅開積唔係非常之方正，但係勝在咧佢個空間咧其實都可以足夠放翻床啊、衣櫃、書台等等嘅家具嘅。而另外呢邊呢間細嘅睡房都係一樣啦，咁後邊咧都可以放到一大排衣櫃。咁喺呢邊放翻床，後邊放翻書台。咁呢度咧外望翻咧就會係我哋內街嘅位置，咁咧非常之寧靜喺度。咁我最後啦就同大家上去睇埋呢間屋嘅天台先。天台嘅面積就會大概有920尺，咁佢咧就會圍繞住我哋中間呢個樓梯嘅位置，咁咧你就可以將天台劃分咗唔同嘅部分啦，一邊做翻燒烤，一邊做翻種植，一邊做翻休閒區，隨得你點樣設計都可以。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依間洋房單位，實用面積就有1800多尺。雖然佢唔係傳統嘅方形開積設計，但係勝在佢係2層大宅，大大提高咗單位入邊嘅實用率。正所謂地方夠大就可以任性啦。咁唔知如果俾你哋又會點樣設計依間屋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業主而家放售叫價就會係3680萬。如果大家想了解有關更多資訊，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連結聯絡翻我。最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俾翻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 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